基美医学中心护理部康喙护理师黄文佩表示，骹部的照护关键主要要先了解引发糖尿病足的原因，发生的原因可能有神经的病变、血管病变加感染等。尤其老年人容易无感觉，就算有红、肿加康喙，无及时的发现，容易造成骹部的溃烂。足部的一个病变呢，在糖尿病的患者是非常常见的。那由于他整个感觉神经跟运动神经的一个不敏感，如果说长辈不小心踢到或是撞到比较硬的物品呢，容易产生伤口。那如果说我们穿上比较保暖袜子，我们没有去每天检查的话，很容易它里面会有一些受伤啊、淤青淤血的情形。那这样的话，很容易会导致它伤口的一个变化还有恶化。那如果说本身有糖尿病伤口的病人呢，我们更要特别的小心，在每天的一个足部的一个清洁，还有足部的一个伤口的一个换药，那每天要注意它伤口的变化，看它有没有一个恶臭的味道，还有没有留一些汤汤水水的一个渗液。尤其寒天，厝内面的人拢会为长辈来穿袜啊。护理师强调，一定要每天来检查，绝对袂用有空喙。就算修剪指甲，嘛要特别来注意保养。我们在修剪指甲，我们这边会有卫教我们的病人或者是家属说，我们千万不可以用剪刀来剪指甲，因为你用剪刀来剪指甲的话呢，很容易会伤害到周边的一个皮肤那我们在修剪指甲很重要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剪平的。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修剪指甲，打圈圈的呢，就是正确的一个方式，我们要剪成平的。我们不要去帮他做一些我们要去修什么很漂亮的形状啊，椭圆啊，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造型，甚至病人有缺指甲的一个情形，我们要做特别的一个处理。基美护理部表示，重视骹部的保养，嘛是守护家己的健康。因此，糖尿病患者除了要注意血糖的控制，逐天注意脚的变化，嘛用个预防糖尿病足的发生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